大家好，我是刘一鸣。那今天借这个机会，黄萧莫总，还有张志恒先生，表示我最真诚的歉意。那我就说一下那天在海城剧院发生的事情。当天张志恒先生上台送花，和我有了身体接触。可能我当时刚刚演完出，自己的精神处于一个十分兴奋的状态，我误认为他对我有敌意，所以先动手打了他。今天我在这里向张志恒先生说对不起。请问您和张先生是老友吗？是。那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又是因为什么事情分道扬镳的呢？时间长了，朋友的感情淡了。请问梦妮女士在您二位之间究竟是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她曾经是我女朋友。那你们为什么分手呢？是因为张志恒先生吗？不是。那到底是为什么呢？我想大家都听说过缘分这个词吧？是因为我和我曾经的女朋友梦妮小姐，我们两个的缘分尽了。张志恒先生并没有横刀夺爱，对不起大家，希望以后不要再谈论我们三个人感情的事情，谢谢。好，各位，在发布会的最后，我作为张志恒的母亲，在此替他接受刘一鸣先生的道歉。同时，我也希望刘一鸣先生与何导演、金城合作，在海州顺利地完成这部电视剧的拍摄。今天的发布会就到这结束了，谢谢。多谢。祝你们顺利。谢谢，后会有期。莫董，林董事长请留步，请问张志恒先生为什么没有出席呢？他身体不适，不能来参加。但是据说他早就已经出院了，他突然身体不适，是因为不愿意接受刘先生的道歉吗？我刚才已经说了，我代表张志恒接受刘一鸣的道歉，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谢谢。妈，您看到这张纸条的时候，我应该已经到机场了。对不起，妈，我不能参加今天的发布会。余下的事情，乔娜会跟你讲。他还说了些什么？张总说：“您不用替他担心，他只是想一个人出去走走。还有，这是张总给您的另外一封信。”
妈，对不起，这是我第一次做出格的事情。记得小的时候，我经常听您对别人夸我，说志恒是个从不出格的孩子。可是您知道吗？有多少次，我站在我应该在的格子里面，仰望天空，渴望像鸟儿一样，在无边无际的天空中自由地飞翔。从小到大，我一直羡慕刘一鸣，佩服刘一鸣，而时至今日，我才清楚地承认，我真的不如刘一鸣。今天我不来参加发布会，并不是为了对抗您，而是我真的没有勇气再一次当着刘一鸣的面来享受母亲为我出面讨一个公道。妈，真的到了我学习独立飞行的时候，不然再过几年，我那从没有使用过的翅膀就真的会退化。虽然此时我还没有起飞，但我的心里已经感受到了一份从未有过的自由。别担心我，给我些时间，让我自己去寻找方向。我会随时给您和爸爸报平安的。还有，妈，公司的事情就只能交给您打理了，真不好意思。我保证，这是最后一次让您给我擦屁股。老妈，我爱你。做功课呢？跟你说件事儿啊，我爸说了，你是一个在关键时刻有担当的人，他现在越来越欣赏你了。帮我谢谢导演。怎么啦？事情解决了还不高兴啊？你是不是怕他听见啊？放心啦，又不是现场直播。我知道这件事挺委屈你的，但是事情出了，总要有一个人能站出来解决它。好了好了，怕了你了。大不了我找个机会给你打掩护，让你去跟莫妮谈一谈，行吗？谢谢。不过现在拍摄进度这么紧，再说我见到他，真不知道说什么。好吧，反正你的莫妮也跑不了。走了。